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国民党今仔日伫总统府头前的凯道举办反日强战独裁的集会，呼吁总统就要解决美国关税、中国军演和罢免的问题。针对在野党在集会发表战独裁，赖清德表示，会当集会就证明台湾是民主国家，若是要战，应当爱去到北京的天安门。天主教教宗彭正国的丧礼伫咧梵蒂冈举行，包括美国总统在内几20个国家的领袖，也有王室拢有来参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6日的下暗新闻，我是卢尚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今仔日，国民党伫咧凯道举办反日强战独裁的集会，呼吁总统赖清德就要好好来解决美国关税、中国军演，也有大罢免的3大问题。也那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嘛有来到现场，除了诉求释放瓜问题，伊嘛呼吁赖清德也有民进党唔通甲所有反对的声音拢来甲阻昂。青年别列满场大国旗立场，国民党不满罢免民进党立委黄调查幽灵连署，好调2楼上凯道抗议，那4个拢是国旗，一位也是布旁和各地罢免民进党立委的团体继续拼连署。在野党化话，甲民主兴互台湾，甲正义兴互人民。除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民进党变质正多日强独裁，民进党主席黄国昌也呼吁释放瓜本铁。赖清德指使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定朱立伦、谢龙介、杨志宇是首谋，没有关系。我等一下就到中正1分局，让你约谈，你可以吓唬我们，但是台湾的人民绝对不会被恐吓。党检没3位一体，我相信我们的主席柯文哲。即使人被关押在土城看守所，都会跟台湾人民一起奋战到底，好不好？现场除了国民党、民众党阵营支持者，台顶也集结各地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甲县市首长。立法院长韩国瑜更加带领国民党立委，呼吁赖清德停止大罢免。哪有执政党这样子一个搞法？这不是民主政治。你打麻将只想打清一色，你为什么不打臭一色？每一个台湾人2只手，一只手拿着手榴弹，另外一只手拿着和平鸽。当赖清德愿意甩出手榴弹的时候，不要忘记台澎金马的人，绝大多数都愿意放出这一支和平鸽，跟对岸和平发展、和平相处，对不对？我们希望国家的领导人不要再搞政治，全心全意迈向台湾要度过这个经济风暴，这个经济海啸。就连网络红人馆长陈志涵也因不保安瓜问题的红姑娘被告嘅讲话是讲甲后甜，也来国民党也宣布凯道前超过20万人集结，除了向赖清德喊话，也展现国民党、民众党合作监督执行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边为着要因应美国关税的新制，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和行政团队去到基隆参加产业座谈。针对在野党在凯道诉求战独裁，赖清德表示讲会当亲像安尼来集会，就证明讲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那准讲要来战独裁，就应当爱去到北京的天安门。因应美国关税新制，总统赖清德日来下昼带领行政团队到基隆、大埔轮园区甲业者座谈，对于同一个时间登场的由反日强战独裁游行集会，赖清德回应，这证明台湾是民主的国家，提醒主办者照顾集会民众的健康，发声袂当反日无反共。台湾朝野政党都是中国渗透的对象，因此不是只有绿共，也有蓝共、白共，要战独裁，确实的地方应该要去天安门，北京天安门，至少
到中国去。赖清德强调，敢要求独裁者放弃武力攻台，才是真正的战独裁。另外，不时连锁案探烧，包括南洋、北市东部主委黄如英有顶人放羁押，为数第6开刀调查会。赖清德表示，民主就是法治，无分政党，无分什么人，只要犯法，拢爱支持司法单位依法监办。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政党里面有人涉及不法，司法单位侦办。不仅仅不思反省检讨，反而炮打司法，将司法案件政治化，这对民主的伤害何其大！赖清德话声台湾的关键时刻，在野执政党爱共同合作。民进党团点名参与集会，拿白立委袂当带头违法。很多的蓝白立委都一起上凯道，但是他们居然是另类的司法互助，你挺我贪腐，我挺你伪造。我想，这都是违反了国家法治的基本底线。大罢免第2阶段联署陆续进入截止时间，吴思瑶指出，把哪位公民团体拢有共识集中上架时间，以便进入3届的投票日程安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来镜头转到国际，天主教教宗彭正国的丧礼，今仔日下晡4点在梵蒂冈圣彼得罗广场举行。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夫妻在内，几20个国家的领袖也有王室拢有出席。现场的人丁也有20万民众才济。伫咧仪式结束以后，彭正国的遗体就送往罗马圣母大殿安葬。当地时间2早起10点，教宗方济各的灵区为天空3日的圣伯多禄大教堂，刷往前门外的石梯举行护挂葬礼。圣伯多禄广场约有超过5万人4号位道路加转播区也有10万人潮。葬礼仪式由书记主教团团长巴蒂斯塔雷主持，来自全球的主教神父共祭。弥撒程序包括读经、福音上托、讲道、感恩祭、奉献礼、圣体圣事，加最后送别等环节。隆重有55个元首、12位君主、160多个代表团前来参加，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数国家领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加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加联合国领袖等等。教宗在线进前关注的难民家友，看相片等弱势团体也受邀出席，体现伊对众的包容精神。意大利动员8000名警察加宪兵维安。教宗方济各伫4月2日因为中风引起昏迷，加心脏衰竭来过身，享受88岁。伊去年4月就亲自修改简化葬礼仪式，家己用来请新邦的茶杆取代教宗传统使用的3重棺木。葬礼结束了后，灵区送往罗马的圣母大殿安葬，包括1903年以来教宗拢葬伫圣伯多禄大殿的관礼。碑文只写拉丁文教宗名，佮方济各所落来教会会进行9日的追思弥撒，为教宗的灵魂祈祷。了后有计伫5月初召开庇理会议，由书记团成员闭门选出新任的教宗。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天主教教宗彭正国的丧礼，现场有侪侪信众来慰安，嘛是总价非常严格。也拿咱国的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特使，伫咧现场和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有巴拉圭的总机长等等，拢有互动小招问。透早日头就伫梵蒂冈街路上，圣伯多禄大殿是充满金光，早起来自各国信徒继续来到广场，为来甲教宗方济各来讲再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圣伯多禄广场，也就是教宗方济各葬礼举行的地点。可以看到现场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以及170个国家代表团与各国国家元首。可以看到整个会场动线规划的井然有序。不过，因为将会有许多重要人物与政要首长来到现场，当局除了派出数千名警力部署，更安排狙击手与无人机来维持安全。早起特使陈建仁甲夫人伫咱主教顶大使李世明、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陪同下，提早来到圣伯多禄大教堂。伫咧要入去的时阵，向美国前总统拜登主动握手拍招呼。拜登也是向夫人介绍伊，两人有简单的谈话。
陈建仁也甲巴拉圭众议院议长洪阿布来致意，议长特别向总统赖清德来问好，另外也甲日本外相斗阵来问好。即摆陈建仁座位安排伫摩里西斯甲泰国中间，陈建仁也相信未来伫新教总的领导下，台湾甲教廷83年的邦谊会有上好的发展。我们也为新教宗来祈祷，希望我们的新教宗也是跟方济各教宗一样，是一个开明的愿意有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也有宁静的心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教宗方济各的弥撒，真侪人经由直播来参加。来自台湾的心动，正伫罗马学语言，伊将来要读神学，因为方济各愿意改变，带动改变。在这样的氛围底下，变成说我在研究神学的时候，我是受到教会的鼓励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是在过去12年前的话，比较困难。天气真好，仪式庄严进行。大殿头前有各个特色，关的所在拢是关内民众。现场人真多，排到广场另外一边，以严肃慎重之心见证方济各回归祖怀。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带大家看国内的新闻。台中的大理区伫咧下晡的时阵发生气爆回收的意外，警消接到通报，随着赶紧出动来救灾，拢总是有8个人受伤，其中有6个人是送病院，另外有2个人因为伤势较紧是无愿意就医。也若根据警消初步的判断，是天然气公司施工的时阵无注意才引起的意外，毋过详细的原因还佫进一步来调查。施工的讲道熊熊庆祝大会，所来爆炸声真大声，工人赶紧四界走，唔敢佫挖滚。附近的住户也赶紧出来看卖关心。砰一声足大声安尼啊！有人受伤？有的拢有啊，3、4个啊，系啊。有血啊？有啊。二日下晡，台中大理区东南路148巷的巷仔口大路正伫进行天然气管线施工，熊熊引发气爆，造成施工人员受伤，其中6个人送病院，2个人伤势较轻，无愿意去病院。我看到时候就有火了，我拿灭火器啊。衣服整个都烧破了。哦，这么严重？是。哦。伤势还蛮严重的。受伤的工人3个拢受破气啊，手甲面1级到2级烧烫伤。警消到现场时，迄已经由现场施工人员拍摄啦。初步研判是施工无顺利。现场应该是天然管线移植作业，那在移植的过程中，疑似填塞没有很完整，造成泄漏，遇有高温引燃这个气爆的现象。防火线围起来，管制出入，消防局人车继续伫现场来警戒。警方也伫周边进行交通的引导，避免再发生事故。也若详细事故原因，会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民众业者昨中昼去新兴区的一栋大楼，要去载往生者，且后道是开的暂时停伫大楼头前的人行道，但是这无偌久哦，车就互人拖走去了。交通大队表示，因为违规停车，所以才来甲这台车拖走，唔知影讲这台车是要来接往生者的车。黑色箱仔车后车门拍开，停伫大楼头前，不过停的所在是红砖仔路。关键巡查发现，到现场执行拖吊，准备把车拖走的时阵，大楼管理员去阻止，因为这是要接运往生者的列车。我们只是说情有可原嘛。那我们违规你开单我接受，你不是这样子，我车门就开这样子，然后担架这个板子也都这样子，你这样子自动自己把我关一关，然后车子硬拖走。我觉得有点离谱啦。因为民众有禁忌，体谅家属，25号中昼，民众业者甲列车就近停伫新兴区一栋大楼头前的红砖仔路，列车也是互拖走。互业者有一寡无奈，只好搁调其他的车辆来支援。大楼管理员于车辆完成拖吊作业程序后，才发现并出来告知员警，该车于该处承接大体，又于拖吊作业程序已结束。而本案拖吊车驶离前，驾驶人仍未到场。他那个接理车，他都没有写什么嘛，只是后面有一个闪灯嘛，就这样而已啊。如果知道，应该是要通融了。警方表示，列车无任何标示，原警用警用的电脑查询是私人的车辆，因为违停执行拖吊，而且按照道安规则，无受到临时停车规范的只有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外交部的礼宾车，阁有公用需要机构的工程车。
本色车以及团上邮件电报的车辆咧执行任务的时阵，接替车并不是特殊的车辆，停车拢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公司新闻李小燕、柯建准高雄报道。中华保研某一间高中今年要参加会考的高中3年学生，昨去到当地的公庙集合，却传出讲有一个乡民代表，那像有对2个查某囡仔学生来性骚扰。校方表示已经有校安通报，被害学生的家属已经有报案，但是防指控的乡代是强调讲家己是清白的。相片中的乡代徛伫这位高中女学生的边仔，毋过后壁的查甫学生表情意外，甚至还佫笑出来，因为伊讲看到乡代趁到翕相的时阵，对身躯边仔的查某学生伸手去解摸。代表就从他的腰开始摸，往下摸到屁股，就是他们有分组拍到。然后后面有男同学看到，全部都看到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他是男生，不管说现在这个小朋友是男生女生，你怎么可以随便摸人家肩膀？肩膀也是不行啊。代志发生第2号，中华保研一间高中3年级的师生到公庙参加考生集合活动，当地平台也同齐翕相，也毋过这位平台煞亲像对2名学生性骚扰，被害查某学生毋敢作声，佫加做查甫同学踢球的对象。有心人不要在那边丑化造谣假如丑化造谣不事实，法律追诉权我们会保留看怎么办的处理。最后报案之后，立即展开侦办，那已锁定嫌疑人查缉，那并通报县政府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中。警方证实已经接到家长的报案，依照定事处理。学校也表示已经要求现场5名看到的查甫学生写经过说明，佮进行校安通报，同时随对全校做性别辅导。妇女团体表示，面对伫咧甲基层互动的时，要注意分际甲对方的观感。或许他不是有恶意，但那个人我界限的部分，我们不太能够以我自己觉得这样子亲密，我们觉得这样子会是一个亲切的、没有问题的来去解读任何我的行为。妇女团体表示，面对对会去吸到身体的活动，譬如讲握手也是搭肩胛头顶，也应该注意对象甲行为敢是适合。被害者若有身心无爽快，除了当下爱保护家己，也当照着相关管道找出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过来带大家来看生态哦。当年对4月初开始，差不多都是看花金菇的季节。也毋过最近因为接落雨，天气又够冷，所以新竹内湾的花金菇是比往年更较晚2礼拜。当地除了有安排固定的解说服务，也阁有导览。生态解说人员是表示哦，若是要看花金菇，月底就是上好的时机。花金菇伫咧暗时一时看起来真水。4月到5月是欣赏花金菇上好的时间。新竹县内湾逐年拢起袂少游客来遮佚佗，毋过因为今年3月有低温有雨水，花金菇出现的时间比过去慢灭2礼拜。因为气候的关系，前一阵子天气比较冷像如果这几天持续这样子下雨，天气冷，它也不会出来。只要一下雨，它们就不出来了。内湾因为天然地理环境是花金菇生态的重要基地，相关今年嘛邀请生态专家现场导览，希望透过解说，让民众更加明白花金菇。我们会带游客去秘境，那下午呢，我们会在火山先做每一个小时的一个解说，那在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去打扰他们，我想。这个已经每年我们行之有年都会提醒游客，就是说不要去碰，不要去抓，我们用眼睛看就好。秘境赏萤呢，第一个，我觉得有个优点是，他们离游客比较少；第二，它可以距离萤火虫可以比较靠近一点。好，也许常常会常常就会有萤火虫飞到游客身上啦，造成一些荒呼。这样，我们也限制了车辆，有包括机车啦，或者是汽车，都不让它进入赏萤步道区。好，以保证我们尽量在赏萤步道区游客的安全。除了导览服务以外，当地店家也准备要延长开店时间，要来迎接这场花金菇盛会。另外，提醒民众对4月底到5月初连续3个礼拜，暗时6点到9点，内湾的交通管制。要来民众爱注意。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台语活动是哪来哪多元哦？有台语团体伫咧新北举办2天1暝的台语录影活动，这届拢总有34个台语家庭报名参加。有人专工对宜兰、新竹，甚至是对台中上北来参加。有家长是表示，希望会当创造愈侪含囡仔通自然讲台语、学台语的环境。母鸡团体台语路举办2天1暝录影活动，这就是为着要替这大小朋友打造一个全台语的母鸡环境。这囡仔台语是拢讲甲写叫，任何甲录影相关的台语词拢可以袂到。跳岛、老鼠、塞车。母鸡团体表示，台语录影活动原先是2年举办一届，为着要考较侪台语家庭加入，互囡仔有环境通讲台语，因希望未来会当改做1年办一届。这届活动拢总有34个台语家庭，140个人参加，而且上远是专工对台中和新竹过来的台语家庭。阮就是有想要会使一档会当互台语家庭做伙交流。咱台语路的台语家庭的课啊，我嘛是爱继续就是维持安尼，互阮会当搁较壮大啊，互影响较侪家庭。我做惊虫。你惊虫，你搁抓虫？因为迄个大自然的虫拢足高水的。现场要安排台语乐团斗阵唱台语囡仔歌，每一个囡仔拢唱甲真大声、真古锥。暗时嘛安排风风市啊，各样的好食物和游戏拢是父母和囡仔斗阵设计。母语家庭也希望会当有愈侪类似的活动，创造愈侪互囡仔讲母语、学母语的环境。记者陈阿选、谢桂玲新北报道。唔知影民众敢有听过 trekking？Trekking 是一种极限运动哦，伊的动作有结合跆拳道踢脚的技术，也佫有亲像体操伫咧空中爬练道等等。伫咧台湾 Trekking 虽然还佫无讲真实行，也毋过有真侪兴这项运动的少年家真拼死在推广。台语台青春的内幕，小等的7点半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 Trekking 这项新式佫袂人的运动。起跳不能往内捞。对，然后脚先对，再翻多一点，右脚踩进去再翻多一点，不行，不行，那重心越来越后面，然后记得起跳不要蹲。在学校的运动场所，一名学生打完成热身，今仔日的运动教练真特别，伊是有1000万人订阅的 YouTuber 吴奇燕，伊要来指导学生各种学饼、学爬练道的技巧。上课上到拍影片的部分，这学生是拢欢喜甲，气氛真热，嘛充满期待。因为我本身在做自媒体，对，所以我也希望透过网络影音的这个舞台，然后让他们去可以发挥，不管是 Trekking 还是极限武术都可以。再多了，肩膀再多了。Trekking 是结合武术踢脚、体操爬练。甲分属亚湾的极限运动，透过自由转换爬练道的技巧，会当加入去真侪种动态表演内底，亲像街舞甲跆拳道的自由拼射 ，Trekking 会当互表演更加精彩，甚至伫戏剧的特技动作的场面，嘛会当发挥伊独有的特色。对，因为 Trekking 有这侪华丽的动作，美国队长啊，对啊，漫威的电影啊，因其实。有淡薄爱特技动作，拢是有加入 Trekking。表演者一个一个出场，展现真出球爬练道的技巧，街舞溜达的动作，甲显目的特技，规场的表演，才会大卡的囡仔兄囡仔姐是看甲直看休。这场用心规划推广活动是受到真大的肯定。希望他们走向表演，走向专业，走向可以一起推广，让别人看见的表演的形式也好，或者跟我当从业一模一样，也从事我这个行业。挑战极限，在空中爬练道，结合力头甲优美的动作，就亲像空中的艺术。网络的流量甲大卡观众的扑克声，是这阵 Trekker 因拍拼的动力。因大力跳起来，在空中水开灯射，追求因无限的梦想。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今仔载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上新资料。
北部地區19度至30度。中部地區19度至30度。南部地區20度至33度。東部地區21度至29度。廣東地區17度至27度。感謝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聞，稍等下請繼續收看《青春咱的夢》，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Tricking 是啥物呢？是街头版的体操。跳环、爬练道、降落 ，Tricking 极限运动，在世界是愈来愈时行。这个运动在台湾几乎没有人在玩，那我觉得这么好玩的一个运动，没有人去推广是非常可惜的。有上千万人订阅的 YouTuber， 有特技的替身，也有文化的推动者。我自己期许能够带着更多喜欢这样子运动的人，能够走上更高的舞台。对啊，加油！因在空中水开灯射形影，延伸出无限的梦想。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礼拜我教你断绝同情的方法。闭上眼睛，告诉自己干我屁事。一段1990年代台湾社会快速变迁之下人的故事。查甫囡仔甲老狐狸相拄，是啥人改变啥人？白论音、刘冠廷、陈无义、刘奕离、文协美。4月27日礼拜暗时8點，老狐狸。你一定要想上水的物件，上幸福的代志。你敢知影台湾有倒一作家？伊的作品温暖佮带有陪伴性。中华古早叫半线，东边一个八卦山。所以你若读我的诗，若了解到我的诗，就是来自于这片土地。剑道就是读对手的心嘛，文学就是读读者的心嘛。我也觉得住伫美国附近啊，上歹的物件，拢是心理过来。甲海有一个对话，我文学的养分就是对海有来。我要知影我出生的所在，啊，甲家己的写作，甲家己的生活过，但是甲做的。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以来，文学界是用打压啊，袂使伫你的作品内底出现台湾这种。林烟的文学出版，拢是和感情文化有关系的。这个是写我的生命的根本啊！带来咱做伙文学跳慢步。开始拄到疫情，吼，迄阵拢流行裁员啦，吼，啊减薪啦，吼，啊无放假拢收不济起来，啊无放无薪假啦，我想袂使。你甲减1000块，对我来讲实在无啥物，嘛搁1000块有可能伊的囡仔，吼，伊生活开销都不会贵啦。我讲啊无好，我落去做迄个便当。哦，好。
川普敢若4当尔吼，所以伊时间比别人较短，想要做一个美国历史上上伟大的总统。关税上大影响是伊会改变迄个做生意的方向。现阶段它是要 supply its own demand。伊有这种决心，有这种能力。你若无做我欢喜的代志，我就做你无欢喜的代志。那就是上接近皇帝的一个总统。拜一至拜四暗时10点至11点，收看台湾新眼界。